哦，拆那个石棉瓦要用那么多袋子啊，房子越大，那个用的太空包越多。幼犬的那一家是幼犬，天佑台湾的幼全是眼里的眼一个完全的犬。哦，他说那个工资啊，1坪3000多一点，政府的是4000，政府那个没有的公定价格是4000，政府的比较快啊，这民间的要等比较久一点。你看，说要把它吊集中在一起，太空包，要用这么超大型的那个起重机的吊车，有超级大型的吊车，大吊车1节、2节、3、4、5节，这么长啊，有办法，这么有力量，那么多钢索，钢索就是可以耐重啊。对啊，爱高空啊，这种。把那个石棉瓦有钉子的地方都用铁锤敲呢，敲的都很大声。然后把那个石棉瓦在上面就打碎，装在太空包，然后从屋顶那边吊太空包下来，你看放在路边，然后把那个镀锌锂片的那个铁板，它铁皮屋那个铁板。镀锌锂片、锌镁锂片，镀锌锂板是说车棚用的比较便宜的，比较容易腐蚀坏掉。锌镁锂的都比较耐用，有的2层的，然后可能还有防晒的。2层半呢比较不会被掀起来，比较不会那么快坏掉，用的时间比较久。把它吊上去。你看，工人在这么热的天气工作很久呢，温度有时候30几度呢，很热呢。天空骤美，你看刚好有乌云过来，那工人在那么热在屋顶上工作我建议他们说穿那个防晒背心，像那个汽车有防晒垫。还剪一块，然后要盖在那个背部啊。他们说不透气了，反正不好了。他应该要设计加个什么保特瓶还是什么，可以撑开，有那个空隙，避免那个紧贴啊，避免紧贴背部啊。要这样设计，能够通风透气啊。真的要有那个防晒垫啊。你看那个机车坐垫就好了，没有那个防晒垫烫得很温度50-60度都有。它加那个防晒垫效果很好呢，又不会那么烫呢，神奇啊！防晒垫，因为的健康应该要愿意尝试。防晒垫变成那个防晒衣。你看，那个铁皮的板啊，要施工之前呢，要先来跑到屋顶上去，用那个量尺来量长度啦，量宽度啦。你看那个屋顶有正中央，然后有左右边下坡了，它2边都要量长度啦，左右宽度啦。然后你看那个边跟邻居相接的地方，
那个功夫才是最重要的，包饺啦、包角啦、黄肉鱼啊，你看两间之间屋顶不一样高，你看那个施工难度就更困难。你看那个是开放的，你看没有包起来的。你看那个超级台风丹纳斯，7月7号丹纳斯台风，那么强的台风就很多屋顶都被拆掉了。台南市县市的都有申报了有1万户呢，1万户左右。你看一看，一个台风从台湾海峡布袋那边登陆了嘛，它竟然没有中央山脉的屏障就好像没有伟大的父母保护幼小的孩童。你看那个。你看那个很多老旧屋顶民房的屋顶被掀坏掉了。你看连那个神明厅上面屋顶都毁掉了，还有神明桌那边都受影响。它上面如果没有盖那个帆布的话，盖帆布以后还要压上那个沙石带啊、沙袋啊、沙包啊。不然那个后来又有台风，又把它吹走，得来不易啊！有的人为了施工摔死了，真是不容易要赶快求到德山堡。你看莲花莲光复乡，那个山上灌水下来，那个叫堰塞湖，溃堤，然后灌很多水的泥巴到那个。光复国中啊，还有那个自助餐厅啊，还是面包店啊，还是民宅啊，你看，还有那个什么养牛的120头牛都被冲走了，还有的在桥的边那边说桥被冲毁掉了，人被冲走了，冲走到40公里外，遗体在40公里外，而且还经过转弯呢，那么厉害啊！水流真的力量很强，竟然冲到那么远的地方。2025年9月23号，花莲的光复乡的水灾的事件你看那个施工都很辛苦的。你看，还要从那个房间里面，从大厅里面进去，然后走楼梯，然后拿上去很多块板的时候掉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绑在一起掉上去？刚刚掉上去，为什么要经过这么久？掉上去卸下来，不是就可以赶快继续掉其他的吗？不，你看这么大的。那老板说25岁而已，14岁就出来工作了，学这个搭铁皮屋了。你看工作多辛苦，11年了。你看做老板，右拳，偏右台湾的右，左边是神明那个神字旁，偏旁，右是左右的右，偏右台湾那个右拳，拳好像是言语的言，右边安全的全。才掉那么一点点为什么不掉多一点？可能有什么考虑一次就掉一点点。工人又要站上那么高的地方，真危险。那天气热呢，有的怕晒晕了，真危险。真的要有那种命你看一个施工连旁边的屋顶。旁边房子的屋顶都要支援，你看。
向施工的工作的人致敬。他是老板呢，真的是年轻受得了热。还好有风在吹，你看，还有那个天空骤美，有一片云来遮太阳。不然怕晒晕了。不然都很高温了。你看，加这个，加这个可以，加这个有支撑的作用。很强支撑的作用。它就靠油压了，靠油压的这么有力量，可以把它撑得高。你看都要用机械，不然用人力实在没有办法。又去这家公司，说还算便宜的工资1平的工资才3000多一点。还有呢，政府没有的施工单位都1平要4000左右。政府的都比较快，民间的要等1、2个月。你看台南县市的有报房屋灾损、屋顶灾损1万多户啊！从7月7号丹老师台风摧毁屋顶灾损。你看要吊那个太空包屋顶上，屋顶上那个东西装在那个叫太空包。装石棉瓦要用太空包，装其他的杂物应该用那个塑胶袋，像那个饲料袋不够很大型，或者帆布袋这样来装得住，不会透掉。可以那么远呐！你看，可以那么远，你看，可以吊到那么远的地方啊！这才是超人啊！你看。超人的，你看那么高啊，那么远，吊那么重，那要考虑到人家那个车进出啊，都没有考虑到车进出。考虑到车进出。你看这个公屋在这里了，微调公屋了，这是微调。风太困难了，怕那个钢索会断掉了。对呀，你要考虑到车子开过去要安全的问题。对。注意到安全问题，然后有那个石棉瓦的废弃物要赶快联络封锁了，赶快再走。好像说再到那个乌树林那边。